我敢講呢度絕對係成個珠海最平嘅樓盤啊！依家總價60萬嘅話，就可以喺呢度攞低一套3房啊，而且仲係新規住宅啊！小區點樣我哋暫時未講啊，就睇下呢個一線嘅湖景真係靚到，住喺咁好嘅環境之下，日日都會有個好心情啊！睇睇小區嘅入住率真係高得離譜啊，起碼90%以上啊！最關鍵係佢依家先係交樓2年嘅，所以話判斷一個小區好唔好，其他嘢都唔需要講，你睇佢入住率就知道啦。小區好，戶型當然係唔會差啦，89平方可以做到3房2衛啊！你睇下空間幾大，所有嘅4代住宅喺佢面前都係弟弟啊！你睇下仲配有一個咁大嘅陽台啊！關鍵係依家仲送你全屋嘅精裝修啊！我敢講呢個戶型絕對將性價比呢3個字玩到咗極致啊！你真係好難相信總價先係60萬啊！咁好嘅小區，咁實用嘅戶型啊，依家總價先係60萬啊！真係可以重點過嚟睇睇。